咱大家将心来安静落来，感谢上帝的召集，求圣灵亲自来领导。爱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即个美好的早日，就一阮众兄弟姊妹三角伫你的面前。主啊，今日阮就职伫你的殿内，心肝内充满欢喜甲感谢，求你派遣你圣灵来到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开阮的心门，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求主祝福今日所有的定事，阮所唱的诗歌，阮所读的经文，以及讲道人的分享，拢会当受到你的欢喜。求你亲自来对阮的心来讲话，互阮伫即个聚会中间看到你的光，得到你的力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唱咱的诗歌535首，福音掌声得大谈，请起立来吟。即是咱要照主耶稣甲咱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领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辜负的，切如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体，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来，咱来掀开启应。即届的启应是伫圣经的即个新约内底启示文、启示录内底291页。启示第11章第15到19节。即届若大家要做伙念，嘛会使做伙念，啊无就爱听我念吼。好，来，第7个天使分号头，就伫天里有遮个大个声得讲：世间的国诚做咱的主，甲伊的基督的国。伊要做王到代代无尽，伫上帝的面前，坐伫因做24个面拍落来拜上帝，讲：主上帝啊，是全能的。现在伫地的，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你的大权来做王。外邦发出受气，你受气的也临到，死的人受审判。过你的奴仆，遮个先知，甲遮个圣个，甲敬畏你的名个，无论大小，你用报赏互因，搁败坏伫地，你也败坏因。迄个时到啦。上帝的殿伫天里就开，伫因的殿内，因的约柜看现，就有死呐、甲声、甲雷弹、地动以及大炮。感谢主，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主耶稣，阮学了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名伫普天之下是尊贵的。主啊，伫你的圣洁的光中，阮要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认罪。阮常常因为阮家己的软弱，无够有信心，陷落伫怀疑、惊吓、甲世俗的诱惑中间。阮有时阵嘛过头看重阮家己，无将你放伫个第一位。求主赦免阮的过失，洗清阮一切的不义。阮愿意伫你面头前真心来悔改。阮也要望你，求你的心意来洗清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重新倒转来你的怀抱。阮要大声来学了你。今日，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来宣告：迄伫阮上帝面前，日夜控告阮兄弟姊妹的魔鬼，已经被摔落去了，伊已经彻底失败了。阮宣告，阮得胜，毋是我靠阮家己的力量、阮的能力，乃是我靠羔羊的保护，以及阮所见证的真理。任何魔鬼的控告、控诉，甲吓惊，伫基督耶稣的保护之下，拢总要失去能力。主啊，阮嘛要踮你的面头前，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甲教会来代求，求你特别看顾伫即摆身躯有受着压迫、受病痛，也是家庭遭有艰难的肢体。求你的平安临到因的身上，也求你伸出你拯救的手，拯救阮的亲人甲阮的朋友，互因也会当明白真理，得到救恩。求你赐予阮教会圣灵的大能，成做即个时代的光
甲盐。求主帮助阮，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拄到啥物款的艰难，也是心内的折磨，拢会当会记上帝的拯救、能力、国度以及上帝基督的权柄，拢已经临到。阮袂阁受到控告来捆绑，阮嘛要勇敢为主来做见证，传扬福音的钟声，活出咱得胜的光彩。阮安尼祈祷，同心宣告，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圣名来求，阿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好，咱来读圣经，来掀开新约圣经291页，启示录12章第1节第17节。大家尽量斟酌听，我来念，有一点点长。好，阁有大石头出现伫天里，一个妇人人身躯穿日头。伊脚下有月，头壳滴12粒，天会免流，也有怀孕，因为要生囝会艰苦，痛疼就嗷叫。阁有别个石头出现伫天里，有大尾赤色的龙，7个头10支角，头壳顶7顶王帽。伊的尾拖天顶的星3分的1分，坠落地，龙徛伫要生囝的妇人人的面前，听候伊生了，就要吞伊的囝。妇人人生查某囝，就是要用铁管滴入万邦的，伊的囝受拖到伫上帝以及伊的座位，妇人人就行去旷野，伫遐有上帝所备办的所在，互伊伫遐得到养饲1260日。伫天里就有交战，米迦勒带因的差事去甲龙交战，龙也带伊的差使去交战。袂会赢，伫天里，因就无阁有所在。迄尾大龙就受ฮ็落，就是老蛇，称作魔鬼，也称作撒旦。威胁普天下的，伊受ฮ็落伫地里，伊的差使，甲伊受ฮ็落。我着听见伫天里有大声讲：咱的上帝的拯救、甲权能、甲国，以及伊的基督的权，担拢到啦。因为控告咱的兄弟的，就是明日伫咱的上帝的面前控告因的，担已经受迄落啦。因为羊羔的血，甲因所干证的道理来较赢伊，虽然到死也无疼惜因的性命，所以遮个天甲徛起伫因中间的，拢着欢喜。若是地甲海有灾的，因为魔鬼已经落到恁遮有大受气，因为在因的时无偌久，龙看见本身受ฮ็伫地里，就困着迄个生查甫囝的妇人人，就有大鹰的2支翅，互妇人人，
互伊飞去旷野，到伊的所在，离开蛇的面前，伫遐得到羊翅一只后，搁两只后，甲半只后。蛇伫妇人人的后面，对伊的喙吐出水，亲像河，要互伊流去。对个帮赞妇人人，就开喙吞灵所吐出的河水。灵受起妇人人，就去甲妇人人居有的后裔交战，就是守上帝的界。有耶稣的干净的，迄时灵就徛伫海边的山顶。感谢主，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搁照伊所讲的话去行的人。上帝的话会加做咱的帮赞。下面咱要请圣歌队要来唱主的爱极深极阔。然后牧师今仔日要讲的道是控告人的魔鬼已经失败了。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好久不见。伫休困的这2礼拜吼，嘛真孝念大家吼，我是真心诚意的。相信大家嘛真感谢大家吼，嘛相信大家拢为着阮的休困吼来做代祷吼嘛感谢有一半吼，所以我伫国外的时阵吼，就咧想讲我要去迄个弥撒一下吼，因为伫我所去的国家吼，比较多天主教我就想说我就要去参与一下人家的弥撒吼想的吼，嘛是感觉讲嘛真孝念伫台湾的兄弟姊妹吼所以我还是参加了线上直播这样不过我是睡饱之后才参加。真孝念嘛真感谢上帝一路带领吼阮去我算的吼，虽讲是讲休困吼，我去3个国家吼6个城市5个博物馆行了吼。每天都走2万多步吼嘛是上帝有操着我的身躯吼但是有勇壮我的心性互我的艺术甲基督教的文化吼有提升吼所以当我以后吼整理好我的博物馆相片吼我才来甲大家来分享吼因为我出国前吼我有甲小慧讲我即摆要出去吼，我要去看但以理的狮因为我同学就跟我说，我要带你去大英博物馆看但以理的狮子我就想说那个狮子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但以理的狮子所以去了之后我说但以理的狮子在哪里？他说就是博萨萨我说我知道博萨萨，所以但以理的狮子在哪里？他就说他就是查网络资料，所以去我没有看到狮子，我没有看到但以理的狮子，但是我有看到博萨萨的印章这样。他就说这个就是在讲但以理，我说我知。你这样我回去很难交代，因为我一直跟人家说我是要来看但以理的狮子。好，了后我才整理相片跟大家来分享。今日伫咱今仔日的信息来看吼对咱的启应文来讲，咱有看到，咱有看到吼第七支号头分扫角的时阵咱就对启应文内面，咱会当感受到天顶的娱乐甲欢喜伫前2礼拜启明牧师刷接启示录来讲起到第11章所以咱嘛简单复习一下这边没有跟上，好，神邸的对顶嘛看见伫上帝的权柄伫顶礼拜启明牧师有讲起到，是安怎神邸的对顶看见上帝的权柄，是因为上帝对伫神邸天2个见证人伫第1章交战了后受抬死了上帝用大权能安怎分开伫因的内面，所以因就安怎搁活起来几乎启示录真侪的图像都会让我们看到很像神话的故事，对不对？因为那个为什么会是神话？因为迄根本就不是咱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对咱的人生甲生活来讲，甲信用来讲，这根本就是神话故事嘛，是吧？但是兄弟姊妹，我要邀请咱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较赢过、较悬过人的能力的，所以徛伫上帝会当做的代志来讲，没有一件事是神话故事。伫圣经内面，或者是你伫世间听到任何的代志，没有一件事情上帝的能力做袂到。所以徛伫上帝的权度甲伊的位来讲，哪有神话？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每一件都是我的日常生活。所以上帝的日常生活甲咱人的日常生活是真无同款的，敢毋是咧？对吧？
所以你若讲啊，这个我从人类的经验跟知识圣经讲的这是妄讲是啦，确实是对人生来讲可能是妄讲，不过是对上帝的权柄甲能力来讲这个不是神话所以上帝分去，互人对死里搁活遐会无因为地当死的人看见上帝的大权能，就安怎归荣光互伊这是第11章的信息第7支号头伊分号头的时阵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启示录做伙读的启示录咱就看到讲第7号扫甲分的时阵，天顶就安怎大声敬拜上帝，大声敬拜上帝真特别因为大部分咱伫咧讲到7印7号的时阵每一印每一号被揭开的时候，咱拢看到啥？咱拢看到审判，咱拢看到灾难，对无？但是伫第7支号头分的时阵安怎？咱所听到的、看到的是天顶的大声敬拜，天顶的大声敬拜。伫遐咧学了讲世间的国，真做咱的主甲伊的基督的国，伊要做王到永世代到代代无尽。所以甲伫第7号头分的时阵刷下来我们接下来大概会走3个礼拜，因为第7号包含在这第7号里面，咱会读到5个意象我们会看，你把它理解为5个故事也好，5个兆头也可以，因为对伫台语汉字本来讲伫12章伫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第7号吹响的时候，约翰就开始讲，我搁看见，我又看见了一个兆头。然后呢，一直到后面第13章的时候，约翰接着说，我搁看见又另外一个兆头就另外一个图像。第14章的时阵，约翰讲，我搁看见又另外一个图像然后第14章第6节，约翰又说，我搁看见别个天使安怎一直到什么时阵呢？一直到14节，伊搁刷下来第4个，我搁看见，一直到第15章第5个，约翰呢，我搁看见所以对第7号的内面包含5个意象，5个兆头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真重在咧感受这第7号响声之后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伫遮咱随梦我讲很少看到7号哪一号响起的时候没有灾难的。不过这我爱提醒，迄是爱看咱是徛伫什么款的角度甲立场因为7号分的时阵，基督天顶的俄罗甲敬拜讲，基督永远做王但是嘛常时表达一件代志，就是对得上帝的人爱面对审判。所以我说，你说第7号吹响的时候，很少看到有灾难其实要看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你若是甲上帝的角度做伙欢喜的，当然是进入伫俄罗的内面。但是咱若是徛伫上帝的对立面的咱就安怎？那个7号，那个敬拜，那个荣耀，敌对上帝的那一方来讲，就是灾难，不是吗？所以这真做咱的一个提醒嘛真做会当互咱看到，这个7号到底为什么每一个号每一个印揭开了？对有些人来讲是灾难，但是对有一寡人来讲，对伊的信用来讲，迄是拯救的时刻。所以伫这个面顶的敬拜，有24位的长老拍拜同心敬拜，咧学了上帝掌权上帝掌权内面，伫咱今仔日的启用的中间，
我把它整理成3件事情哈，就是上帝掌权开始，上帝会受气嘛啉到啊，因为伊要伫遐来审判世人的事。上帝掌权啊，信靠上帝的人得到报赏的事嘛到啊。上帝掌权啊，上帝要毁灭遐个毁灭者的事嘛到啊。这是咱头拄仔伫咧读启应文的时阵，咱所读到的内容。所以上帝掌权是好啊，是毋好啊？兄弟姊妹，是好啊，是毋好啊？好啊！我嘛真意外，嘛真毋茫。对教会、对信靠上帝的人来讲，上帝掌权这件代志，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讲，当然是好啊。是咱所相信的公义临到的时刻，减毋好咧；是咱的艰苦得到安慰，目屎得到拭去的时，减毋好咧；是上帝除去伫人的性命中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歹代，减毋好咧。这不是好事吗？所以启示录，有的人讲，启示录都是灾难，很不好读，然后也看不懂他的讯息。不要紧，但是信息我讲啊，读上帝的话，咱无法度瓦靠人家己的材料，咱敢若会当瓦靠圣神的帮赞，互咱会当领受稳定的时刻。但是相时嘛知影，这个世界。咱徛起的即个地面上，伊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互教会会当照上帝的旨意备办好势，三体大道，团练彼此相听，互相赦免，彼此扶持，这拢是咱会当珍惜的时刻。所以，伫上帝掌权的时阵，上落尾咱的启应文讲到神显风暴的时候，咱看到天顶的圣所开啊，上帝的约柜搁一遍出现了。约柜这件事情，大家有看过美国自己拍的《法柜奇兵》吗？很年轻人没看过，应该是蛮正常的。那个是我国小时候看的《法柜奇兵》吼。迄就是伫地面上吼，即摆大家拢伫迄个憔悴下，曾经失落的约柜，有没有听过？啊，那个约柜，我甲你讲，对世间人来讲吼，它是实实在在的哦，因为上帝要吩咐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中间聪明的人打造约柜，有没有？基路伯，但是呢，这个约柜什么时阵无去啊？这个约柜什么时候消失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我在讲的是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不见的？大家知道吗？犹大国圣殿被毁之后不见了。慧景讲的是那个主前586年，那个南犹大国被毁灭。主前722年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毁灭，那南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国毁灭了，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约柜就怎么样？被掳走了，对不对？就消失了，是吗？然后后来就大家都找不到它了，对不对？其实约柜的下落，很多人包括像希特勒啊，或者是十字军东征啊，他们是真的到处都在找约柜，所以咱若是去欧洲的，咱就会当伫侪的教会内面去看到一些圣物，一些神圣之物，就是有神显神迹的一些，包括什么耶稣的眼泪还是血之类的。我同学都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看？我说是可以不用。我本人就是光看博物馆走的已经有点快往生了，你知道，我都快见主面了。我说我是可以先不用再去看耶稣的那个眼泪跟他的血，然后因为他们就会
你知道，就是天主教会就有很多那个信仰的故事，就会把它供在那边。我跟你讲，你一世人看拢看袂了。好，你一世人真正看拢看袂了。然后我同学他就会一直问说：“哎，你当牧师哈？”然后就是他就开始引经据典哈，然后一直考我圣经。我说：“同学，拜托，本人这一趟出来是来休假，你知道休假2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带脑。”不带脑，我只拿相机一直拍博物馆的东西。因为通常一般像我们这种学艺术，看到东西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故事或是在讲什么。但是因为我这一次比较长大成熟了，而且现在博物馆都可以你可以拍照，不要闪光灯就好。我就跟玉珍说我这一次就很乖的，我就是大量把照片都拍下来。好，因为以前我就是去走马看花，然后我就带着他看吴非之美术馆啊，带着他看大英博物馆，我都跟你说，你看看这些伟大的历世历代的画家，你看看让约翰死了多少次，因为到处都是约翰被砍头，你知道吗？谢谢，我感冒啦。因为那个罗马太热了我就这样人热就感冒，所以我一回来没有跟大家来报个平安，说我到了，是因为我已经那个挂了我就想说没关系，把我这一趟的旅程跟那个休息所看到的体会到的之后再整理成故事虽然我一直叫玉珍说，你要不要讲几次晨主这样子。反正我们都一起出来，而且我都帮你说明了。你看你家教你家教班你知道吗？我在一直帮你解释。他每次看到一幅什么画，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是乔托画的。我一看那个风格，我就知道这是乔托画。然后我一看那个，我就知道这是卡拉瓦乔画的。我说你看约翰被砍头砍了很多次，在盘子上的都是约翰，那个头在盘子上的都是约翰，施洗约翰，不是拔摩海岛的约翰。然后，所以我同学他们就会一直问我说：“本人休假2个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但没关系啦，就是蛮有趣的好，这个约柜我跟你们说，众说纷纭。有人说希特勒拿走，有人说十字军东征把它运走了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重点，在人世间的物件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啥？在上帝面前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咱有稳定，因为咱透过上帝所启示的文字，咱会当知影真实的物件伫哪了。兄弟姐妹，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在地上所经历过的历史，迄是上帝启示的一个方式。但是这启示的方式，拢为着要互咱知影，互咱的心内，互咱的信仰知影。在天顶的一切才是真实的，是吧？所以咱的信仰要受到坚固，是安怎？这真重要，因为这会当帮助咱看得清楚、看得懂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实在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这一个案例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进入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桥段我想要讲在上帝面头前，这是一切的真实因为这是一个反思啦我伫国外的时阵你敢知影即马进前中东就是中东发生了一个很多的战事嘛。战争，所以就引发了一些难民潮，对不对？那难民跑去哪里了？好，你们都知道，没有跑到台湾，对不对？因为台湾没有难民法嘛，好，太小吗？太远了，好，这都蛮务实，你们都蛮务实。好，确实就是有一大批的，因为战争而受苦的人们，往某一些安全的地方跟国家去。好，那这个不是讨论战争，不是我要跟你们讨论重点，是我们在欧洲旅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景象。好，我看到一寡图像，就是我们对英国要回来伫比利时的时阵，我们就要排队要上火车，
伫迄个伫阮徛的所在吼，因为它很多闸门嘛吼，很多 gate 要大家要进去登。通常飞机叫登机嘛，因为是火车，也是登机的一种。阮就伫迄个某一个路口看到一个回教徒吼，一个妈妈带2个小男孩吼，他们就铺地板，然后开始做他们的敬拜。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到登机时刻，只有我跟玉珍跟我同学，我们3个站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离他们没有很远，然后我同学就问我说：“牧师，他们怎么知道哪边是东边？”然后我说：“你不会看太阳吗？”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又没有照三餐。”我就说：“人家这个信仰，人家的信仰一定是有一个指引，他当然会知道啊。我们这种基督教徒怎么会知道？”好，我就说，人家一定有他自己的信仰跟指引，所以他一定知道要面向哪边。好，我就希望他不要再问我问题了。我就想说，我不是来休假的吗？这样子。好，然后但是。开始我们跟着这3个母子开始焦虑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挡住的那一个路口是登机门，然后我们想说，他会不会？我们3个就在那边窃窃私语说他们会不会在人家要登机的时候赶快把它收起来？然后他就问我说：“牧师，那你猜他们会不会收起来？”我说：“通常一般虔诚的那个。”信徒他们一定会做完他们的仪式，我说就我所知啦，就我所知是这样。然后果不其然，开始要喊这个登机口的时候，哇，一堆旅客通通都拖着行李来，然后呢，连那个站务员走到这个 gate 的时候都傻眼，你知道吗？就想说不是啊，我们要登机啊，你在这边敬拜这样。然后，所以我同学就接着问我一个问题，说，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跟这样的一个生活作息会不会引发很多的冲突？我说这个就要看，这得来看欧洲人了，因为欧洲人长期以来通常在台湾就称人家左翼，你知道吗？叫左翼掌权意思就是说那个高举人权、高举自由。高举平等的这个立场的这一方，比较是主流。你若既然要抓这做你的价值的时阵，你就要做到底啊，对吧？不然人家就会觉得你是做半套，对吧？所以我们3个就在那边成为神奇的见证人。他们果不其然是真的完成了他们的礼拜仪式之后才收拾。不过那个小男孩，我看得出来他们的尴尬跟别扭，因为他们就很焦虑，就看着妈妈，看着站务员，看着妈妈，看着站务员。然后我就说：“孩子啊，我跟你一样觉得尴尬，这样子但是妈妈非常坚定。我说这个就是人家的宗教信仰，非常的坚定，执行完成这样。然后呢，所以当我同学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说：“确实啦，这就是当人类当人类高举一个价值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被这个价值所反噬，即便这个价值看起来叫做人权、叫做自由、叫做平等，是吧？”所以他们说，在欧洲，如果你是白人、男性、女性，你只要提出一点点指责，我跟你讲，就会变成种族歧视。我想说，这怎么对话？这怎么对话？那在台湾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跟你们讲，我们已经发生了好多年了，不是吗？大家各政党都在高举自己的价值啊。但是我跟我同学分享一个观点，我说那是因为咱人还没有想过，当我们高举任何人类世界的价值到一个极致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还没遇到量大的时候。当你遇到量大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开始思考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人权。
好，这个只是拉出来吼，甲大家分享的。进入咱今仔日的问题吼，其实虽然它很像神话故事，好像很抽象，但是伊要调整的，有完跟我头拄仔举的那个例子是有关联性的吼。只是你们要自己举一反三就是了，因为圣经不可能把每个例子都讲到那么的透彻哦。好，在今仔日的经文，我用概念性的来帮大家来聚焦吼。咱会看到两个角色，就是妇人跟什么红龙嘛，对不对？嘿，恰血灵，但是这两个怎么样？这两个角色分别有一个是花冠，一个是王冠。好，妇人人有冕旒，但是迄只恰灵有安怎？有王帽，吼，王冠，吼。冕旒是得胜者，吼，得胜者上帝给他的花冠，吼。啊，王冠呢，你也让理解，这只恰灵伊是有关联的，吼。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势力。啊，侪学者认为，这个妇人人就是咧讲以色列，吼。但是嘛有学者认为讲，以色列只是这个妇人人所代表其中的一个角色而已。好啊，我们要整段看完，我们自己心中就会知道，这个妇人不是只是指以色列人。好，啊，我先解说吼。如果在这一段整段经文，你讲不出这个妇人人的角色，你会当安怎来给伊形容吼？那你就去看它的对立面，迄只恰灵是怎么被描述的。那你就用反面的思考，你就能够讲出那这个妇人大概是什么样的角色吼。我先来讲起这只恰灵吼，这只恰灵整个来讲，伊的名叫啥？撒旦。伊是抵挡上帝，伊是安怎控告人类的？伊嘛是安怎灭去普天下的？伫咱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内面，咱会当看到这只灵，它名叫撒旦，它是抵挡上帝，它控告人类，它迷惑普天下，对吧？所以你若是唔知影要安怎形容迄个妇人人，你就是怎么样？龙的对立面是什么？你去理解那一个妇人就好。啊，我用一个概念哈，也有圣经学者这样讲哈。这个妇人人所表示的就是整个历世历代的信仰团体，信上帝的人，我靠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可以吗？这样子你就不会被文字上什么绑住了，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去臆测或者去形容迄个妇人人所代表的。那这样子你咧理解启示录的时阵吼，咱才会当安怎比较能够抓到原则。所以妇人人伊就是伊所表示的就是信靠上帝，叫真理，用真理叫人相信上帝，信用群体啊。啊，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它不是单指以色列？因为伫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咱会当看到，这个妇人人生一个安怎查某婴仔，对吧？这个男孩后来怎么样？受上帝提升去到上帝宝座前，所以你真紧得让抓到这个男孩是指谁？耶稣基督。整个来讲，这个信仰团体伊所相信、所期待是弥赛亚。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是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也当把以色列包括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吼，安尼来去甲龙的存在吼做一个对比吼，安尼咱就会当较清楚。所以当头前约翰看到这两个角色了后，对因分别有交代吼，有形容。第7节开始。第一讲起天里有交际，米迦勒带伊的妻婿吼去到龙交际，龙也带伊的妻婿去交际吼，意思就是怎么样？米迦勒天使长吼，那跟那个龙所代表的撒旦吼，他们都有跟他们的党羽一起在天上大乱斗，这样知道吼？大概简单的图像来说就是这样。迄尾大龙受黑落，就是老蛇，称作魔鬼也称作撒旦，迷惑普天下。伊受黑落伫地里，伊的妻婿也受到黑落伫地里。所以约翰就听见，因为在天上
这个我根本就不需要形容，基本上就是什么米迦勒大获全胜，这样可以吧？米迦勒跟撒旦的对战大获全胜，哈，所以天里有声音大声叫讲，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拯救、甲权能、甲国，以及伊的基督的权，大拢到了。啊，因为控告咱的兄弟，就是每日伫咱的上帝面前控告因的，大家已经受黑了啊！吼，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说，天上的战争是谁哪一边赢了？你若讲袂出什么人赢，你至少会当知影什么人输吧？撒旦就是没有赢嘛，对不对？你讲不出谁赢，你至少知道是谁输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胜负都看不懂吧？所以，这个受黑了的这只车灵，安怎？伊控告兄弟，伫地上控告兄弟的，吼，伫上帝面前控告的，大已经受黑了啊！但是呢，咱爱知影一件代志是。速度慢，好，没问题。就是讲，抵挡上帝控告人类的灭黑世界已经失败了。但是咱爱知哦，伫掠条这个关键，你敢知影是安怎撒旦的失败？因为伊伫遮今仔日有讲到一个关键，我嘛真感谢慧荣执事伫咧陪伴今仔日的诗会时阵，我有真少来听吼。伊确实是真认真读过今仔日的经节，所以伫伊的祈祷内面，伊嘛带领咱祈祷讲，咱是安怎会当赢过魔鬼甲撒旦，是因为咱倚靠羊羔的保护甲所干净的道理啊，兄弟姊妹，羊羔的保护甲所干净的道理，是你得胜的一个机会跟一个原因呐、你们听，咱刚听有，不是牧师讲的，是约翰看到的，是约翰看到的。大会当伫天顶赢过控告人的魔鬼，大伫上帝审判台前会当赢过咱的罪的问题，是因为羊羔的保护，甲咱所干净的道理啊。所以，咱逐礼拜来到伫上帝面前，咧敬拜伊，听伊的话语，听真理，是很珍贵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们，如果从现在科技的人类的科技跟进步跟思考来讲，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聚集在一个空间里面，在那边敬拜上帝，归荣耀给上帝。从外面的世界来看，我们这间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一群人才是神话故事，不是吗？神经病！现在哪有人类会这样做啊？现在哪有人类会做这款代志？但是兄弟姊妹，当迄天你受到世界的挑战的时阵，讲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啊？你要安怎回答？你敢有法度徛伫因的面前大声讲？因为伫上帝面前，一切拢是真实的。兄弟姊妹，今天来这句话，约翰看见，约翰所看见的，要来鼓励咱的信仰，讲你所相信的，你所倚靠的，你唔免烦恼了。羊羔的保护，甲你所干净的道理，的确要互你赢过魔鬼甲撒旦的安怎控告。你心里有阿们感到开心快乐？你信仰的选择吗？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一定会被挑战。我这2个礼拜一直被我同学挑战。他就说你是基督教的牧师，你对圣经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应该都背得起来。我说从哪里看？从哪里看？没有这种事好不好？拜托。他一直在问这间教堂怎么样啊？那一幅画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说，同学啊，你饶过我吧，是不是？好好。
没有啦，我同学没有这样，但差不多啦。我只是夸饰法而已，毕竟本人很像说书人这样吼。就是我要讲的是，就圣公只是看看历世历代的图像而已，只是历世历代天主教的文物，只是历世历代改革中教会之后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行为。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是会被拿来挑战教会的啦，你无时无刻都会被挑战。这些信仰、这些信念，以及为什么你们这样子做，随时随地都会。我有一礼拜，有一个礼拜天，我去到天主教会圣本笃，后来我们查一下圣本笃的弥撒，因为想说还是要去实体礼拜一下，不能都只参加线上。还因为他在佛罗伦斯的最上方、最山顶，我同学带我那个翻山越岭，我都快要念诗篇121篇了。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说同学，你真的是带我走了一个你知道人生的苦路。这样，我进到教堂之后，马上呈现祈祷的姿势，一直到那个神父说阿们这样，然后我才起来。我真的太累了，你知道吗？中间有一趴，他们要开始望弥撒，就是要开始领圣餐。然后我同学就很紧张，因为他有受洗，他就转过来说：“要领吗？”我说：“要的话你可以去。”因为我还在呈现祷告状态。我说：“要的话你可以去。”他说：“那你呢？”我说：“我就在这里就可以了。”那他说：“我不是要问你可不可以领，我现在是要问你神学的差异。”我说：“你可以等礼拜结束后出去外面，我再跟你讲嘛。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要领，你可以去到前面这样。”真的是，但是后来我有瞄一下他我同学跟他玉珍都没去到头前领弥撒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出来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要领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说教派跟教派之间就是这样，因为天主教会看那个饼跟杯已经神父主导过了，他就真是变做耶稣的身躯跟耶稣的血。你若食无清气伊爱放伫迄个卡巴内面爱受好势。我讲，但是咱长老教会新教对圣餐来讲，咱是伫祈祷了后，上帝分别以罪性，将咱的性命甲灵魂提升到甲天伫天顶，甲上帝、甲耶稣同罪的。差别在这个东西啦。我说，你真的要领也是可以领。我17岁在奥地利1整年，我都没有去领圣餐。我说，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本人那个时候就是学识不够好，心里没有很多的平安。他说，那你现在会去领吗？我说，你看我刚刚祷告成那个样子，我有去领吗？我说我还是没有去领啦但是我伫祈祷的内面认为咱拢是耶稣基督的一体所以这个当然是好的。好，最后在今仔日的经济内面，最后的挣扎，教会你要警醒，因为咱对今仔日所看到是真大的故事，甲很大的结局是魔鬼撒旦的失败，但他做了最后的挣扎是安怎？因为伊上路尾，我方向。伊知影伊已经失败啊，伊已经受迄落伫地里啊，所以伊受气妇人人，伊受气这信用的群体，伊就去甲妇人人基于的后裔交战。信仰团体其他的后裔，意思就是讲，这个信用群体生团侪，我靠上帝，信靠上帝的后裔，所以伊就活转去甲这的后裔，这信用的后裔来交战。这的人是啥物人？是守上帝的戒，有耶稣的干净的人啊！兄弟姊妹，这的人是啥物人？这的人是啥物人？就是教会，就是咱啦。兄弟姊妹，你说我们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就一帆风顺了，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就不受挑战了，是吗？不是的，
在新教的文化跟神学里面，我们比较少谈论灵界的事情，但是我也不认同有些教会只谈论灵界的事情。上帝的创造是包含世界跟灵界，但在灵界我们看见有分了1/3、2/3，对吧？1/3变成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魔鬼的那一派。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跟灵界，世界跟灵界，它有很多复杂的故事。所以你讲基督徒信靠上帝的人，会遇到什么挑战？你眼睛张开就开始遇到挑战，你眼睛张开出了那个门就开始遇到挑战，身心灵体的、内在的、外在的、别人的、撒旦的，还有你给你自己的，都是。所以你就在你的生命跟生活里面锻炼，我靠耶稣基督的保护跟伊的气力，成做你真实的信用。因为在上帝面头前，一切拢是真实的。所以要控告你的魔鬼撒旦安怎？在上帝的面头前，早就已经失败啊！这成做你的信用跟信心，好不好？愿上帝所有咱大家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欢喜在你的面前听叹你的话语，因为你早前已经甲阮讲。耶稣基督的保护，甲阮所信的干净，成做阮生命甲灵魂的保守。求你坚固你的教会，你所听的百姓，你所听的百姓，愿阮的人生虽望无完美，但是有你稳定的同在。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伫天也多犹大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受天打徛伫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伊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神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来，大家听起哩。We
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的掌权者，阮会用信靠你。阮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来得胜，阮有满满的稳定，得到拯救。阮带着阮的奉献来到你的面前，毋是要证明阮家己的价值，嘛毋是要靠着阮的行为来换着你的爱，是因为阮已经得到稳定，已经属于你。阮愿意将阮的金钱、将阮的性命、阮的时间献予你，来回应你丰盛的稳定。恳求你使用阮所献的一切，成做福音的祝福，互阮伫困苦中得到透放，伫黑暗中会用进入伫你的光明。愿阮一生拢活伫耶稣基督得胜的稳定内面，见证你荣耀的作为。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内面。阿门。好，咱做伙来介绍新朋友。哦，杨恩琪，琪对吧？杨恩琪对不对？他是启春跟佩蓉姐的儿子。啊。佩莹啊，恩启，好久不见哇！你这长得好大哦。啊，伊是迄张小姐甲麒麟兄的孙啊，好，佩莹的儿子。很开心看到你，好，谢谢。呵，请坐，请坐。洪新恩，明轩的朋友哦，平安，明轩的朋友，很久没来，之前有来过这样。好，欢迎。好，然后啊，令佳是那个碧雍姐的女儿 ，OK， 好，欢迎你，二女儿哈，好，然后祖荣长老跟怡慧姐，哦，平安，欢迎啊，我想应该大家看到祖荣长老应该真欢喜吼，因为祖荣长老我都只闻其名。我都从教会历史来看见祖荣长老的名字哈，不过咱在这哦，最兄弟应该对祖荣长老很熟悉，是主政长老的哥哥哈。好，真欢迎您来，真欢迎。好，欢迎大家来，咱来做伙唱平安礼，大家互相拍招呼。我用智慧爱精心来听你，因为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智慧精心来听你。我上个礼拜是有看线上礼拜，啊，所以那个牧师刚德，你们还记得吗？阿姨梦想。他问我们有没有知道80%的兄弟姊妹名，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不假装平安礼啊，我们就是开始认识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给我们大家10秒钟的时间，你至少认识你前后左右，至少可以叫出4个人名就好，记得4个人名就好。我会容，问一下前后左右的名字。对，你只要前后左右就好，我们要求不多。啊，县歌队大家拢熟悉啊，安尼哦。谢怡乐，你要问你后面的教授的名字，那个柯志哲教授，谢怡乐，然后张悟，张悟吗？啊？瑞璇 ，OK， 前后左右名字要记得哦。平安，好。我愿主的听进你来听你，因为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
心来听你。好啦，你看我在国外我还是很认真的，有没有？我就在想说，哇，人家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都这样勉励了哈，我们就来一个真实的。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每个礼拜都记4个名字。好，来，咱即马来报告。报告之前，咱先来掀开咱的周报。来，咱做伙来贴今仔日的经句吼。启示录12章第10节，咱用台语念一遍，华语念一遍。来，我着听见伫天里有大声讲，咱的上帝的拯救、甲权能、甲国，以及伊的基督的权，咱拢到啦。因为控告咱的兄弟的，就是明日伫咱的上帝的面前控告，因的担已经受迄落啦。启示录12章第10节。来，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个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12章第10节。我们来看我们的报告。首先应该要先感谢主，这个牧师平安回来。对，我是羡慕的哈。然后如果我今天有跟牧师去的话，可能问的就不会比他同学少啊。牧师在啊，然后又是到这样的地方看到这样的东西，不问真的是损失很大哈。好，我们来看我们的报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我一直在觉得，要服侍别人，有的时候，你为神服务是一种使命，或者是这也可以是一种荣耀。大家应该在你有生之年，一定要为神做一点事情，而且是最实质的，那就是在教会。所以我们本会在第550届的小会有通过，9月13要中执会选举，有符合资格的职事的候选人的名单，拢总有公布伫公布栏内底，大家来看。顶礼拜有会友问我讲，哪会无张罗的名单吼？我听讲是有准备，但是还未公布安尼尔。大家耐心祈祷。啊，你若感觉你已经有迄个资格，我拢足欢喜，足鼓励大家应该踊跃来报名吼。啊来，伫名单内底若是无意愿的兄弟姊妹，无要紧，你用甲教会讲，用来摕这个无意愿的参选的意向的表达书，就是讲你暂时可能有你的时间的关系吼，来写，然后会用交会，然后小会会来开会个正式的名单会出来吼，到时才大家来用迄个名单来选举。好，教会嘛有规定吼，第95条，满70岁的就袂当选啦。我特别满70岁啊，会记你这点吼。我特别满70岁啊，所以我认为长老我是没有资格，我认为啦吼。第二，若是满70岁是爱做甲煞为止安尼吼。来第12条的长老只是就任的条件。你若是伫遮有满2年，陪参有2年，就是讲你有领迄个有2年的，也是讲第3条有转入来咱的新的即个教会会友呢，有满会籍，你有满3个月，你拢有迄个资格好选吼。我就希望大家用踊跃来为神做服侍。后来今仔日的主日邀请简玉堂姐妹要分享在犹他州念书的生活分享。这个玉堂姐妹到了吗？在哪里？嗨嗨哦，是啊，羡慕，又是羡慕的一个哦。还今天还有8月份的寿星，我们等一下寿星对不对哈？好，那再来2026年的秋季教会新学成长班已经要过来开吼。我即届我有乖乖去报名，我嘛希望讲我家己会当有足大的学习吼，对神学有更多的认识吼。我嘛希望大家会用利用2个礼拜才一个晚上而已，2点钟啊，大家会用做伙来学习。好，过来，
这教会吼，因为总是大楼拢是会安尼啦吼，一定会加减吼。阮兜嘛是会，但即马开始落雨，阮咧30-40年的厝拢会漏水伫个吼，所以真正迄个工程加足复杂的。啊，搁来以前听讲是咱教会若要掠楼，还是要修理，咱就家己就出钱就啊，即马袂使吼，即马是管委会有统一的管理，安尼嘛好，咱的费用啥物会用大家分摊吼。啊，但是这拢是爱互大家来看，啊，大家来了解。啊，咱楼顶是大家的，但是咱楼骹嘛是爱咱家己来顾，所以有一点仔费用。啊，所有费用也是爱安怎整理吼，拢有写甲真详细。啊，若家若有啥物问题嘛，是用请教咱的长老。啊，有一寡费用的带导，甲咱的奉献，则大家来注意吼。好，其他应该暂时。咱来看咱的周报吼，好啊，咱公道，咱来请咱的牧师来为咱公道。庆生要先庆生我们的蛋糕。今天庆生是由我们的关怀组。真欢喜，高田教会的温馨时刻到来。咱8月份的庆生会，咱欢迎咱8月份的寿星，你会当来头前要受大家祝福。你若徛伫，你无免徛伫咱的家己的位置上，嘛袂要紧。好，玉堂，我们的青年团体的会长姐妹。还有我们更听的传山弟兄、传山兄，生日快乐！敬庆执事，还有我们绿卷弟兄，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以赛亚书58章11节，愿上主奉献的主爱环绕你们，使您健康、喜乐、信心与盼望，天天经历他的恩典，一生门户。上帝祝福。一项代志，我较在成人自治协，成人自治协有一摆咱姊妹咧讲叫什么秋实的吼。医生，我足感谢伊啦。咱讲感谢伊，我你是成人自治协我有参加，这个什么手术吼？不是手术出来，这个拢记袂起来。我有一个孙，就是
咧读医学院，啊，我一直反对伊讲读外科。我今仔日讲我要选外科，我查某囡仔6个去 A 啊，出事啊！我讲吼，迄时我看迄个姊妹咧报我即个伊安尼外科啊，报我诚欢喜。啊，甲咱讲我袂去买家己家己伫厝咧咧练习，我嘛甲伊孙讲，我你来去买家己先。啊，我为着听念以后，我拢无甲反对。我过来拢无要反对阮孙仔啦。阮孙问我讲，讲你来一直拢反对我学外科，即回咱无反对。我讲我来固定教会哦，听着姊妹啊，看伊做外科做安尼，敢若诚欢喜。我就讲唔可能吼，比你较无咧。讲我创院啊，甲伊写字吼。我迄个孙仔有读医是第一外国咧读，啊伊讲伊即马坚持要读外科啊，我现在足感恩的吼，咱遮有足侪物件，啊，这观念拢来改变，足多谢你。好，有声。我今年33，啊，我来固定嘛6年啊，今年是2026。希望我等一下成人主日学不会伤紧张。我来分享的就是我来固定进前我伫美国读书的故事。哦，谢谢大家。咱邀请牧师来祝福祈祷。咱当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献上感谢，伫你听的问题内面，阮会当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庆祝因的生日，因的生日也是祝你稳定的手术，求你大大纪念也坚固因每一天的日子，保守因头前所要行的路，愿因的性命所展现的归荣光互你，愿平安充满伫因的中间，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OK， 好，来，咱今仔日毋是干那庆生哦，咱今仔日阁有父亲节，咱应该有伫周末这2礼拜拢有看到一篇文章，再忙也要和老爸喝一杯。今年咱教会比办节真贴心的礼物是挂式的咖啡，要互咱会当咱的爸爸摕转去，甲囡仔，也是囡仔摕转去，甲爸爸会当做伙啉咖啡。爸爸会疼。无伫喙里，爸爸会疼伫因的境界，爸爸会疼伫因的拍拼，爸爸会疼伫因的劳碌甲奔波。咱真正感谢咱的爸爸，刚才咱的爸爸已经无伫咱的身躯边，但是我相信爸爸的形影，爸爸伊伫咱生命中所互咱的影响，绝对是超过咱所想象的。啊，过来除了甲咱的看会到的爸爸。咱要阁感谢咱天顶的爸爸，咱的毋是天顶的爸爸，咱的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嘛是咱的外壳，敢毋是？就是咱身躯边的爸爸，生咱的老爸无伫咧啊，但是摕一杯泡一杯咖啡，甲咱听咱的天父上帝，有一个真好的灵修，也是真好的哈。所以今仔日咱要钟老师，你要带我们唱，对，钟老师要教咱带动唱一首《主恩典》。而且咱会当徛起来，爱徛起来吗？哦，没有 ，OK。歌词有吗？好，来，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带动唱《主恩典》。主恩典，何等荣浩，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归本。
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的美好，比海深更比山高，或许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要赞美主，要赞美，祝爸爸节快乐！好，那我们请请我们的爸爸，现场的爸爸先站起来，爸爸先站起来，让我们的青年把礼物送到你们的手上。今年咱的礼物不是跟他耳挂式咖啡，在咱母亲节的时阵，咱嘛有翕母亲节的照片，对吗？你会收到一张你跟你的妈妈，还是你跟你的家庭、你的太太做回翕。进来，请进来，请爸爸们站起来，你站起来，让青年比较看得到你。那个嘉宏爸爸在这里。庆斌爸爸在那里，然后施安爸爸在这里，世勇长老请站起来，你也站起来，请你站起来，我们这是一个感恩的，站起来，来，然后施长老这里，好，谁？传山兄，传山阿伯，好，智者柯老师、柯教授。昂丢喽！好，然后我们今年呢也特别为已婚还没有当爸爸的爸爸，还没有当爸爸的男人预备，有传山兄到外面去了。然后陈婷也站起来，拿了好，世勇长老，好，世勇长老 ，OK， 好。OK， 今年的卡片是我们的青年用手写也用手画的，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好，真欢喜吼！一顿来咱教会的敬拜甲活动吼，就遮热烈。愿咱的心内也充满属天的欢喜甲喜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献上感谢，伫阮中间，你赏赐爸爸来听阮，因会拍拼，因会扛肩头上承担了很多家庭的责任，求主你大大纪念，也是阮来祝福，也为着伫阮中间病痛的兄弟。仰望主，你的医治、顾守、甲帮赞，会当互阮的病痛伫你的医治的内面来紧紧好起来。求你也坚固阮遮的需要照顾的家庭，阮大家的辛苦，阮所需要的稳定甲快乐，也求主你亲身来赏赐。求主也顾念伫阮徛起的即块土地台湾。祝阮听伊，就亲像你听阮共款。求你赏赐教育的智慧，互阮有快乐照顾即个土地，就亲像阮的信仰共款。阮也坚定要照顾你所听的教诲。主，阮无教育的，拢伫你的面前来敲吹，求你帮赞，是阮同心感谢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唱上扬的诗歌，请起立。主
打着欢喜，打着精神，因为时时要掠机会控告恁的魔鬼撒旦，但已经伫上帝的面前失败了。着仰望主的恩典，阳光的保护，着坚信你的干净，勇敢来为主做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会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离开。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咱3分钟了后，转来到伫礼拜堂进行成人主日学。